照即摆法规来看，这新起的大楼呢，拢有规定爱留充电的空间。有立委就来呼吁讲，伫咧消防设备也无完整的配套应变进前，无应该来强制社区先留充电的设备。内政部是表示讲，会伫咧3个月到6个月以内来完成相关法规的检讨甲修正。 政府大力推动净零碳排，即马国内电动车使用量一直增加。毋过车主所发现充电条啊是真歹找。虽然内政部伫2019年修订建筑技术规定，并定新建筑物爱预留电动车充电设备空间，毋过因为安全，民众依然有疑虑。 一旦是充电车发生状况、火警的状况，其实那个要扑灭，光是用水的量可能就是一般油车的好几10倍。同时，它如果又在地下室，救灾更难。我们希望在那个3到6个月之内，我们把相关的法规做一次检讨，然后因为有一些是涉及技术演绎，因为包括说排烟设备的装置。 那排烟设备的装置其实需要一些相关的实验，才能够确认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达到最佳的安全。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呼吁伫无完备的应变能力、安全法规进前，不应该强推伫新建筑物设充电条啊。国民党立委张志伦是质疑，目前社区无强制要求配锂电池专用的拍火设施，只瓦库自动压水设备是不是有够？锂电池火灾一定是靠大量的水 来达成灭火的目的，有需要说以后要请这些社区配置专用的锂电池灭火器或灭火毯吗？这个我们再来检讨，看后续的一个状况，看什么样的处理。对于充电条申请，台电也表示，用户若提出管委会同意书到台电来申请，平常时2礼拜就能完成。不过主要问题是伫第一，管委会是不是同意；第二，装置的设备是不是符合规范。对旧大楼的充电条设置， 目前使用指引交由县市政府来处理，不过对部分社区禁止电动车停伫地下室的情形，内政部表示，修法的时阵也优先考虑安全性甲车主的责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